教育部顶日推出一个宣传的广告，0到6岁国家做花市的影片。其中一段煞是引起部分民众质疑讲，这个影片本底是想要来提升生育率，不过却恐惊颠倒会造成无好的效果。针对这点，教育部是回应讲，这个影片的内容造成无尊重动漫等多元文化的记录，应该大家回息的。而且这个影片嘛已经为网络顶摕落来，有家长团体就建议讲，若是要提悬生囝的意愿，教育部就要更加积极来推动非营利的幼儿园。明仔载我公仔寄来你家，甲我倒收一条。啊，你可以生这样啦？后来钱呢？那当然买更有用的东西喽。高中的男性有2个囡仔偷偷拜托妈妈来收订买的红仔线包裹，结果妈妈将汇款摕来买育儿用品。这段看起来真笑亏的剧情引起讨论，不少网友留言反质疑可能对催生造成反效果，也有人认为这会当推动少子化成功。是不是养小孩的话，你可能就要牺牲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的钱，这样子。我觉得应该说没有什么争议，在补贴上面，我觉得多少是有点帮助。不认同啊，在污名化那个喜欢动漫或者是 ACGN 的人啊。教部回应，影片卡本规划造成有无尊重动漫、无形等多元休闲文化的记录，真实咧，已经贴落影片，未来规划广告会深深检视。家长团体认为，政府方向正确，就会当更较有催生的效果。最近几年，教育部注重伫电条部分，建议应该更加积极推动非营利幼儿园。其实我们一直长期以来一直推动说，教育部第一个应该是更加积极去推动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，好，因为公立幼儿园会有那个寒暑假以及延托的问题嘛，那非营利幼儿园基本上比较没有。贾国清也建议，负责0到2岁卫福部爱甲负责2岁到6岁的教育部充分协调合作，同齐打造0到6岁完整政策，才会当有更较好的催生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